当地时间1月8日，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第8届立法会主席选举，李慧琼以47票当选新任主席，并承诺将引领立法会推动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。在本周4举行的论坛中，李慧琼与另一位候选人陈俊颖阐述了各自的施政理念，并回答了立法会议员的提问。随后，90名立法会成员通过无记名投票，李慧琼以47票当选。当选之后，李慧琼承诺将在立法会主席的工作中保持公正，并表示有决心应对香港未来可能面临的各项挑战。他指出，今年是国家“15+5”规划开局之年，立法会将贯彻落实该规划，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推动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。我同埋全體議員都非常明白，第8屆立法會係冇適應期，市民期望我哋盡快投入工作，處理各項迫切而且備受社會關注嘅問題。首次立法會大會將由政府當局提出議案，聚焦討論大埔火災嘅善後工作，推動重建復常嘅安排同埋制度改革。按照行政長官嘅指示，我亦都將安排本屆立法會首次會議喺下個星期3，即係1月14號舉行。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.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.